我要一世人耶和华允许，我要活的时，免我的上帝唱歌学乐。愿意了我的真想做合意。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愿罪人对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性啊，着学乐耶和华，恁着学乐耶和华。这是要来引信息第281首，上帝只是临在。信息第281首，上帝只是临在。上帝只是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点真礼拜，心肝专一，敬虔跪拜，度伊真悲上帝。幸苦你免挂碍，学乐你到万代。信息第281首，上帝只是临在，请大家起来吟全首。上帝只是临在，大家同心敬拜，基督面前虔诚服侍。上帝的圣殿内，大家听真礼拜，心肝全意敬虔跪拜，多一次被上帝辛苦你免挂碍，学乐你到万代。上帝永远存在，大光天下祸害，永远是万族为你敬拜。现在，现在，现在，永远透到天涯，天使心中天天服侍。阮求主阿罗听，阮所应比微声，要学乐你尊名。阮求万福源头，请起我心照靠，只可信主必等到。春秋青山悄悄，看你灿烂荣耀，黑暗黑落透高北道。圣旨到永远，万军的主领导，愿你心会追讨。阿门。请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庇。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上道，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64篇。
客运文第64篇，伫信息后壁面1000,117面。客运文64篇，伫信息后壁面1000,117篇，17页。现条，请咱做伙来起印。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亲爱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施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现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地离开。毋区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现。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咧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请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予阮济济恩典，互阮会当平安的经过即礼拜，会当做伙组织伫遮来学乐敬拜你。主啊，阮知新冠肺炎伫台湾已经得到控制，阮嘛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希望你继续祝福台湾，嘛求你有缘看顾受着新冠肺炎病痛的人，甲影响的国家，互因的疫情嘛会使早日得到控制，互因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阮嘛知阮中间嘛有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也求你施医治的手看顾因，互因早一日恢复健康，来共同来敬拜你。主啊，阮嘛要为着高雄城中城的受伤的人，甲失去亲友的人来祈祷，求你亲自来安慰因，医治因的身躯甲心灵，嘛互因得到平安。主啊，阮嘛要为着教会的年底的事工来祈祷，求你互社区的共餐、培灵会甲2名执事的补选、感恩节甲年底的圣诞节，拢会使顺利来进行。主啊，嘛求你互搁较侪同工来做伙来参与服侍，也求你赐互阮同工智慧甲气力。互阮会当伫服侍中学习你的款式，得到对你的来的祝福，互阮体会到哪侍奉哪甘甜。主啊，因为你甲阮讲，野生的伊互伊能力，软食的伊加添伊的气力。主啊，阮嘛要感谢你赐互阮逐人无共的恩典，互阮看到阮逐人的不足，你怎样带领甲扶持，伫咱
软弱的时，你嘛安慰阮。阮知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求你继续带领阮，互阮伫世上的路上会当合你的心意，无行歹人的道路。主啊，阮嘛知阮身边阁有侪人还袂信靠主，还袂认捌你，求你亲自带领帮助因，会当透过阮的分享甲传扬，来认捌甲接纳你成做因的救主。阮嘛知阮逐人的软弱，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会使继续来倚靠你，甲你同行，合你的心意。主啊，今仔日嘛求圣灵到阮的中间，甲阮伫地。现时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要请圣歌队来用赞美阮的神性安歇伫你，来传阮思想上帝的话。
阮心心安歇伫你应允上帝。续来要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伫新约的后壁面，伫新约的32页，伫圣经的后壁面。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现着请听我来读。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就调伊家己的奴仆，将所有的交代因，一个互伊银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佮照因的才调就去外国。领5000的随时去做生理，佮趁5000；领2000的也是安尼，佮趁2000。独迄个领1000的就去就掘地来砍灭伊的主人的魂。过久久，这个奴仆的主人到，甲因算数，领5000的来，佮摕5000，讲：主啊，你交代我5000，你看我有搁趁5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佮尽忠的奴仆，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的，通你的主人会快乐。领2000的也来讲：主啊，你交代我2000，你看我有搁趁2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的，通你的主人会快乐。领1000的也来讲：主啊，我知你是严苛的人，袂野的所在就要收割，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所以我惊，就将你1000银去埋台伫土地里，等你的原灭行礼。伊的主人就应伊讲：歹搁边担的奴仆啊，边担的奴仆啊！你近来知我无野的所在就要收割，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就着将我的银下伫钱店。我来的时，通得到我的本银甲利息，所以就对伊摕1000来，互迄个有10,000的。因为既然有的，要互伊到有剩；无的，连伊所有的也要摕伊。也遐个无利益的奴仆，赶伊伫外面黑暗所在，伫遐要有天靠家的切齿。现在要请郭牧师来进度，伊的题目是耶稣的庇佑山第3，按灾人受托的庇佑。好，来，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会通继续伫主日的早起，同心来敬拜上帝。今日天气有较凉冷，期待咱伫即2天穿衫会通真好烧吼，毋通寒着。已经进入到伫秋天甲寒天的即个中间，也确实是需要咱家己顾守家己的身躯，免得受到感冒。咱即时同心来祈祷，主恩典的手临到伫阮中间，互阮会通经历你所想事的一切，帮助阮，互阮伫你话语中间来得到启示，也知影你的心意，圣神来开启阮的心，拍开阮的目睭，知影上帝你所要启示互阮的一切真理。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兵对查甫囡仔来讲，是一世人拢无度放袂过去的一个回忆。有侪查某囡仔拢无度去理解讲，为虾米每一摆当即个查甫囡仔斗阵的时阵，若是讲起做兵的代志，一直讲袂煞。甚至讲3暝3日，嘛一
伊伫遐讲即个代志。伫阮的时代做兵的时阵，难免会去拄着学长学弟制。对拄落部队遮的菜鸟来讲，每一工，即个学长来甲咱定，通讲是真殊常的代志吼。伫个军中来讲，只是刚好而已吼。所以虽然有时阵，即个学弟，即个学长定甲真莫名其妙。我无代无时，那学长要甲我定吼，但是习惯成自然吼，一直到伫一段时间以后，就真自然习惯即个代志，若无就是继续吞忍啦，总是心内所想的，就是后一批后一梯即个学弟到底是什么时阵会来啦吼，安尼当因来的时阵。就会当避免，搁再互即个学长来咱，甲咱定。另外一个互咱感觉真无公平的代志，就是做兵时阵，每一工早起拢有迄个早点名。即个早点名结束以后，即个执行班长伊就开始分配工作，迄个摒扫的即个区域。当即个执行班长咧分配的时阵，咱就知影讲，什么人。是属伫老兵，什么人是属伫菜鸟啊？迄班长咧分配时阵，就是老兵，就讲去做迄足轻松的即个工作啊。即个菜鸟啊，就伫遐做甲要死要活一寡真粗重的工作，拢是照即个梯次安尼咧分配上菜当然是做迄个上食力的即个工作。检菜有一寡菜鸟啊，无度去理解为虾米。会有即款的安排，但是时间一久，就会渐渐去惯死部队即款梯次的文化。你是第几梯？你是第几梯？咱做兵退伍了后，拢会甲问讲你几梯吼？我表示讲你是较老，还是讲较菜安尼？所以渐渐即个文化已经形成。有一天。菜鸟啊，嘛会变做是老兵啊，会通去享受迄个老兵的福利，就是爱豆豆啊等，豆豆啊等迄个时间到。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做兵的时阵有一段时间去到伫马祖去支援。虽然我是伫阮迄个小组是住伫一个部队内底，但是阮无互迄个部队来管理。有一天我就看见因咧早点名的时阵，即个执行班长。执行的即个执行官啦，拢一般是排长。即个执行官就伫遐，讲一项代志，就是讲有人去申诉，去国防部去遐申诉，要申诉什么款的代志？就是讲因咧摒扫的时阵迄个工作的分配无公平，是安怎？即个老兵就是做较轻巧。遮个代志，即个菜鸟啊，拢做较较食力的遮个代志直到即个单位的指挥官看有迄个马防部的司令迄边甲伊记申诫，所以造成即个军官内底气氛拢真歹。当即个申诉的代志，互即个执行官宣布了。其实大家拢知影啦，是啥物人去申诉？当然是菜鸟去申诉伊感觉无公平。真有意思就是讲，当即个执行官讲话讲煞，接续就是执行班长要分配工作。唯一有改变的是啥物？就是即个菜鸟所做的工作代志搁较侪，即个老兵伊的工作愈来愈少。表示讲你申诉就无啥物款的效果你只是造成家己的麻烦。看见这样事情，会感觉做兵咱真无公平事实就是安尼做兵就是有即款的一个制度一个文化。虽然做兵就要面对即款无公平的对待，但是伫即个现实生活中间。难免咱嘛会发生即款的代志，亲像咱伫咧工作的时阵，嘛是去拄着你拄来，你所做的工作就是会较侪，
一寡一定工作真久的人，检察院所接的业务会通较轻巧。咱的期待所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人会通照家己的能力来分配工作，来分配责任。这也是今日经文中间耶稣伊所讲的这个譬喻内底迄个主人。这个主人伊是照每一个人伊的能力来分配工作。这是一般咱期待会做代志的方法。关于耶稣伫这个譬喻中间所讲起的这个主人，这个学者一般拢认为就是咧指耶稣本身。当伊完成伫地面上这个救赎工作以后，伊要转去到伫天顶，天父上帝来报告这个工作的结果。经文中间讲，伊就去到伫国外，就是要去转去到伫天父上帝天国的所在。但是，亲像耶稣伊家己所讲的，因为我去是要甲恁备办所在，若去甲恁备办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阮，归伫我，互我所伫地的，恁也伫遐。虽然耶稣伊大心的转去到伫上帝的身躯边，但是有一天，伊要搁转来到伫咱的身躯边，接咱去到伫天国的所在。就伫耶稣转去到伫天顶，去数日进前，伊有特别将迄个福音的工作指派，互遐伫地面上一定通过信靠主的名来得到救的基督徒。每一个人拢照伫伊的能力，照伫伊的才调，互因无共款的责任。所以经文的中间有提起这个主人，就照每一个奴仆的才调，互因银钱，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意思是讲，主人伊知影每一个奴仆有啥物款的特质，所以照因无共款的特质，互因无共款的资本额，迄个资本额无共款啊，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5000、2000、1000，伫希腊文的中间所讲的是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甲1个他连德。他连德是一个计算的即个单位，计算重量的一个单位。一个他连德有6000钱，一钱是一个工人一工的收入。所以6000钱代表讲，伊是摕到6000日，6000日的即个工钱啊。咱会通看见，即个6000钱约略是16年的工资，约略是16年的工资。所以，这主人互这的奴仆是一个真大的数字，一个真大的资金嘛。对安尼会通看见，即个主人真看重这3个奴仆，所以互因遮尔侪钱，通去运用。后来，迄个领5000甲领2000的奴仆，就照家己的才调，搁去趁另外的5000甲2000。迄个领1000的奴仆，并无即款的看见，伊是去将土挖开，掘开，然后将迄个钱带伫内底。这是一个互咱感觉真奇怪的动作啊！这个银两也袂无迄个生命力，无亲像种子。种子你放伫土内底，伊会繁衍会大长，伊是有生命力的。但是银两无啊，你待伫土里，伊无法度阁生银两出来。所以这个领1000所做的代志，互咱感觉真戆硬，感觉真奇怪。有人就将这个领5000甲2000的奴仆，伊即款的投资，做买卖，譬如做是救赎灵魂的工作。也即2个奴仆，拢照家己的才调运事来去分享福音，互遐未捌听过主耶稣救恩的人，也平平拢会通领受福音所带来的即个好处。因除了知影主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的目的，是要
找这失落的人来救伊。毋但呢，这两个罗卜佫较领受到主耶稣所吩咐迄个，去到伫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知影即款的大使命。论到迄个领1000个罗卜，伊是持续将目睭注视伫家己的欲望顶面。有人就将头骨落开，将地骨落开，比如做是继续将目睭注视伫即个世界中间，钻营在世界当中，也是讲去对世界来得到利益。这毋若是误用主耶稣赏赐的文士才能，也亏欠咱主耶稣对咱的期待。上食力的是，咱最后毋若是无法度对即个世界得到什物款的物件，也会丧失家己的性命。过去一个真伟大的皇帝，叫做亚历山大。伊真少年时阵，30岁，伊就将欧亚非统治，成做一个咱讲横跨欧亚非这3洲的一个国王。但是真少年就过身啊！过身时阵差不多33岁。但是过身之前，伊又甲伊缀伫身躯边的人讲伊的棺材双边爱拍2个空，互伊的手会当囥伫外口。啥要安尼做？伊要甲人讲起一项事，就是讲伊出世无带啥物来，伊死去嘛无法度带啥物转去。所以这事是会通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国家，但是伊过身的时阵，伊完无法度将伊所有得到的财物炸走。所以主耶稣有对咱讲，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还是人要出什物来兑换伊的性命？这领1000个人，伊所想到拢是家己所爱的。但是，伊对安尼来丧失性命，有啥物款的利益？过久，这个主人佫再一摆倒来到伫罗卜的中间，要甲因算数。算数这个字是迄时阵的一款商业的用语，是咧指核对这个销铺，核对账本啊。对安尼，咱会通知影，这个主人迄时阵将这个银两分配予每一个人，拢是照每一个人的才调来分配的时阵，有伊的目的性。主人分配这个代志是有伊的目的性，就是希望伊会通好好利用这个资源，或这个资金会通得到有效的使用。对金门中间，咱无法度去判断主人是毋是捌甲这个罗卜谈论讲伊将来要甲因算数这样代志。但是咱对经文的脉络，这个前后的这个经文的记载，大概也晓会到啦。这个主人伊做代志一直以来拢是这款的方法。我交代代志予你，我将来要甲你算数。这是这个主人做代志的方法。主人对迄个领2000甲5000个罗卜，佮另外趁2000甲5000，互甲因真正面的肯定，并且学了因是好佮尽忠的罗卜，因为因伫少的代志已经尽忠，所以接受主人就对因讲，要设立因来管理侪的。最后，主人佮邀请因会通进入到伫主人的快乐中间。也迄个领1000个，伊将迄个银两待伫即个土里，即个罗卜，主人称伊是恶国贫惰的罗卜，所以即个主人将伊所有的这1000甲摕过来，然后送予迄个有1万的。最后，即个罗卜的结局就是互主人等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迄个所在要提靠家己切去。
弟兄姊妹，咱伫主耶稣的面前，检视一位好佮尽忠的奴仆，还是咱是互主人称作是恶佮贫惰的一个奴仆？咱要怎样好好来使用上帝互咱的恩赐才情？咱是将伊摕来起做上帝国的事工，还是将伊摕来来探得世界的利益？对主耶稣所讲，即个照伫材料受交托的即个譬如，咱会通有啥物款的信用反省？但是，咱爱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有互咱啥物款的恩赐甲材料？伫经文中间所讲的即个材料，互伊原文的意思是有能力，也是讲神力。上帝互咱会开来叫做神力啊。有即两项意思，若是用能力来解读，来解说，会通指引一个人透过学习以后所得到的技术，也用即个技术帮助咱会通过生活。所以咱对细汉开始就是一直咧学物件嘛，读册、学物件、学技术，将来咱毕业了后，伫工作的顶面通过即个技术来谋生。若是用神力、上帝的能力来解说，是指引一个人，伊使用即个技术来参与伫上帝国的圣工中间。通常咱是将即个技术称作是文字，咱嘛是学习来，但是咱若是使用伫上帝国的圣工的时阵，伊是称作是文字。简单来讲，当即个技术是做利益家己的用途的时阵，伊是只是简单是一款能力；若是参与伫教会的服侍，伊就是一款文字。咱无多好人自咱出世以来，咱一直咧学习侪侪技术。拄则有讲，咱自读册开始，就是咧学技术。也即个技术会通帮助咱继续生存落去。好像迄个野生动物，咱知影野生动物伊一出世以后，伊的老母就是安怎，会教伊怎样去找物件食，怎样去拍蜡，安尼因才袂夭死。当然，咱学习即个技术的目的，毋单单是要帮助咱家己继续来维持生活，更较要紧的是要通过每一个人所学习无共款的技术，会通去帮助别人来过生活。所以咱称作是，咱是一个社会中间呐。咱拢是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就是通过人甲人中间的互相的帮助。咱这技术性的援助，咱会通继续维持生命。对基督徒来讲，所讲的这个技术，还是讲文字材料，虽然是咱家己学习来，总是若无上帝互咱有智慧、有迄个领悟力，咱无的确有即款的能力，会通来学习即款的材料。举一个简单的来讲，咱细汉时阵伫学校，拢会上体育课、美术课，还是讲即个音乐课。有一寡人总是真容易会通做到老师所要求的部分，亲像讲迄个体育课迄个动作。我会记得我迄阵大学上体育课的时阵，老师爱阮前滚翻啦。前滚翻迄个动作就是讲，你毋通用你的头壳去拄涂骹。你就是头壳颔棍爱并过去涂骹，你是用你的颔棍过去，毋是用头壳过去。但是你看这个同学袂晓做这个动作，拢用头壳安尼过去啊。所以有的人就是真容易颔棍就是歪掉。有的人就做袂到迄个动作，但是有的人做会到迄个动作。然后咱上美术课的时阵。老师爱咱调迄个色啊，有的人迄个色就调袂出来，也是讲咱要画啥物款的图，伊就是画袂出来。然后音乐课，老师爱
爱咱唱什么音嘛吼，但是咱就是拢唱袂到迄个音吼。吼，有做者讲迄个音痴啊吼，你都对袂着迄个音嘛，啊明明钢琴就是弹迄个音啊，但是你都无都唱迄个音出来。所以有人做会到，有个人做袂到。这时阵咱就讲啊，某一个同学真有迄个运动细胞，某一个同学伊真有即个艺术的天分，也是讲某一个同学伊真有迄个音乐家的气质。所以每一个人的才调拢无共款。当然，咱得到这个文书才调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人来夸口，咱真厉害，而是为着家己得到利益。咱是为着要起造教会，互教会整个来得到利益。好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若是信心的显明，是赏赐达人，要利益众人。伫《哥林多前书》12章一开始，保罗先生讲论到圣神的文书。所以第7节的时阵，伊无将迄个文书讲出来啊，但是伫这个所在，伊真明显就是咧讲迄个圣神的文书。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文书，是为着要利益众人。也今日经文中间，迄两个领5000甲2000的奴仆，就是有好好去使用家己文书才调来起造教会的人。这起造教会伫经文中间，就是为着主人的家庭来得到利益。因为佮为着主人趁着5000甲2000，所以因才会互主人称因是好佮尽忠的奴仆。而且弟姊妹，咱伫教会中间是毋是有好好使用圣神，互咱的文书才调来参与教会服侍？还是讲咱虽然有即款的文书才调，咱犹原是找各种的借口来提示牧师，还是中一当工的邀请？有人讲我年岁已经老啊，我无法度做啥物款的代志，还是讲我身体有状况毋是讲介健康。有人讲我工作课业已经真无用啊，哪有时间来做服侍？甚至有会讲我住足远的，我根本无可能参与服侍，还是讲我都无受过装备，我啥物拢袂晓，我是要怎样服侍？检查这理由看起来拢真充分，通常我拢会同意，你若是用这款的理由来拒绝服侍，我拢袂甲伊勉强，因为上帝也无意爱勉强的服侍态度。其实参与教会服侍，并毋是为着家己累积这个点数，你积愈侪点的时阵，你就通上天国。还是讲，将来有一天去到伫天国的所在，会通坐伫摇滚区，甲上帝、甲耶稣坐真近的这个距离。咱参与教会服侍，是为着要回应天父上帝伊白白赏赐予咱的救恩，互咱通恢复上帝儿女的身份，享受甲伊永远同在的福分。就好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命，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伫汉文的圣经是讲，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服侍。伫这所在，我想要甲兄弟分享两位，互我感觉真敬佩服侍的同工。第一位是。依照我的母会的一个同工，互伊目前阁担任树林教会圣歌队的指挥，甲北中妇女合唱团的指挥。伊今年已经75岁啊！今年已经75岁，伊阁咧担任圣歌队的指挥，甲妇女合唱团的指挥。伊每一礼拜拢对实际。坐计程车来到树林教会参与服侍。我捌甲伊问过一个问题，是讲你每一个礼拜拢遮尔啊够工，对实际来到伫树林，
敢袂伤过忝。伊互我的回应是讲，服侍是一件真甘甜欢喜的代志，要哪会感觉忝？这位老师，伊其实伫年轻的时阵，差不多30、40岁的时阵，伊就丧失一粒目睭啊。啊，啥呢？伊的一蕊青面是因为伊有脑瘤，啊，脑瘤去压迫着伊的视神经，吼，去缀着伊的视神经啊，所以伊一蕊目睭就爱甲伊摕掉。然后到伫差不多50通岁的时阵，因为伊的胆有问题，所以将迄个胆来切除。哦，看起来伊好惨就是啊，伊的一寡身体的机能丧失去，但是伊却真欢喜、甘愿参与伫各种的服侍。伊从来拢无拒绝一切服侍。互我上感动的是，伊拢是上早来到伫教会参与服侍的当中。我拄则有讲伊带实子，哦，说说讲9点要，第一场的礼拜，伊8点就来到伫教会啊。伊拢比人早1点钟来到伫教会，伫遐准备。第2位是我进前伫高雄服侍的时阵，有一个长老，伊是小学老师退休。当伊退休了后，伊真积极参与伫教会的事工中间。尾仔参与伫儿童主日学，尾后是校长。然后伊每一个拜六暗时有即个妇女的诗班，伊拢会来参与。啊，拜5会早起7点半，有这国小的彩虹，彩虹妈妈即款的事工。阁有拜六下晡的儿童周末营，伊嘛是住离教会真远的所在。鼓山教会是伫西雅湾即个所在，咱讲迄个蛤蟆星的所在。啊，伊是住伫鹅仔寮，你知影有偌远？鹅仔寮伫芝光的所在。对伊的厝开车来到伫教会，上无嘛要40分钟啊，20公里。伊每一个礼拜、周间，也是讲周末、礼拜，拢安尼开车来去，开20公里，来回40公里。我真少听伊因为即个距离真远，伊就讲我无爱服侍。也因为安尼，这位长老伫我无回过程中间，是我真好的帮赞，是我一个得力助手。伊总是支持我所负责各种的事工。我同意，咱参与教会服侍，就要照家己的气力来做。毕竟服侍是一件欢喜甘愿的代志。我会鼓励兄弟姊妹用上帝予咱的恩赐才调来参与服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拄则保罗先生所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总是，若是咱开始感觉服侍是一件真野心的代志，互咱感觉真苦闷的时阵，其实我会容忍，咱就暂停服侍，因为有可能伫这中间，咱甲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还是讲咱服侍的态度出现问题。当咱感觉服侍开始野心的时阵，其实咱会通暂停服侍，重新来思考咱甲上帝的关系，重新来思考为什么咱要参与服侍。当然，上吃力的就是为着倒无家己的利益，再来参与服侍的人。持这款态度来服侍的人，将来上帝的确要甲伊算账。今日经文中间所讲的，这个主人会回来，伊会回来甲咱算账。到底咱是要互这个主人称作是好过尽忠的奴仆，还是恶过变淡的奴仆？两兄弟，伫主要所讲的这个譬喻的中间，咱是属于什么款的奴仆？是领5,000个、领2,000个，还是领1,000个？咱每一个人拢有得到上帝予咱的恩赐才调，这是上帝照伫家己的心意赏赐予咱的。
咱无需要去甲别人比较，因为这个文书材料拢是上特别的。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特别的文书。上要紧的是，咱要怎样好好使用这个文书材料来服侍上帝的教会，互每一个人会通因为安尼来得到利益。毋茫咱会通学习迄个领5000、2000，互主人称作是好搁真正的萝卜，因家己的文书材料来扩展上帝的国度，互福音通过咱的服侍，会通得到宣扬，会通互众人来领受。咱千万毋通成做迄个领1000的人，迄个互主人称作是恶国贫惰的萝卜，免得咱将来互主人迄伫外面黑暗的所在，咱就要伫遐家己切起啊！求主帮助咱，互咱搁再一摆来思想，咱对上帝遐得到什么款的文书材料，也咱是毋是有甘心乐意参与服侍的心？期待咱拢会通伫牧师同工甲咱邀请参与服侍的时阵，咱无拒绝。当然，咱嘛爱认真来思考，咱为虾米要服侍？吼，毋是要得到点数。吼，牧师遮无纪念卡吼，你参与啥物服侍，就你当一个婴仔安尼吼。因为遮个服侍，拢会记伫天顶，上帝拢有看到，上帝拢会纪念。吼，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拢有即款热情来参与伫教会服侍中间。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所想述互阮的恩惠，阮通领受救恩所带来的好处。阮得到一个新的活命，阮真心进入到伫上帝国度内底，阮互上帝称作是伊的儿女。阮感谢你，你通过阮每一个人。就是这个顶头生过我的活命，也想述互阮无共款的文书材料。主，你互阮这个文书材料，是为着要起造教会，是为着要互教会的人拢通得到利益。主，虽然阮所得到的文书材料无共款，总是当阮受邀请来参与服侍的时阵，主，阮拢愿意用欢喜甘愿的心来参与，通互这个文书材料会通起造教会，利益众人。主，阮知影有时阵，阮伫咧服侍的过程中间，检采会野线。主，求你帮助阮，当阮服侍野线的时阵，阮真心来思想，阮为虾米要来参与服侍？阮甲上帝的关系是毋是有出现问题？还是阮服侍的态度有出现问题？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知影过去检采，阮通过别人的服侍，阮通得到利益，总是阮毋是白白来到伫你的面前。领受众人对阮的服侍，反正是当阮对这服侍中间来得到上帝你的疼、你的恩典的时阵，阮也欢喜甘愿来付出阮所有的，将阮的文书材料也使用伫教会中间，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这是阮心灵的服侍。当阮愿意献上阮家己来摆咧伫上帝面前的时阵，主，你爱阮做即项服侍，来成就教会中间会通彼此互相劝勉、互相帮赞、互相相听的功课。感谢你，通过今日主耶稣所讲即个教义材料。受到交托的比喻中间，阮搁再一摆
来思考这项问题。求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站。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信息505首，我要重视。信息505首，我要重视。我要重视无辜有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正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信息505首，我要重视，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要重视，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从，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听人无分日子甲朋友。我要实现，真心无求报酬。我要谦卑，在我身心真软弱。我要仰望，拍出听人披露。我要享受，拍出无忧藏下。我要祈祷，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正义，真困天白宝座。我要全是，听上主细声祝福。我要坚信，因地救主脚步。我要坚信，因地救主脚步。请坐，这是要奉献，请秀珠执事甲玉芬执事。会众请坐。这是先来读本周的根据。
台语的2摆，华语的1摆。先来读台语的。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通立你的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章21节。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通立你的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章21节。请听我来报告。今仔主日是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弟姊妹备办心来为即个事工来奉献。本周三查经基督会，查经是过牧师主理，基督会是水泉长老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互阮用祈祷来建造合一的教会。本会嘛要同步以线顶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欢迎兄弟加入线上祈祷会的行列。第四，本会要伫10月31日主日礼拜中，特别为着飓风爱达攻击美国东部的灾区重建来奉献，请兄弟姊妹关心代祷。本会要伫11月7号来举行培灵会，请兄弟姊妹备办心来领受灵命的培育。第六，本会要伫11月14举行临时的会员互会，补选2名的执事，请说一伫本会的兄弟姊妹一并爱留即个时间来，互阮来进行即事的补选。第七，请学庆、社庆、上庆团契甲信歌队伫10月底以前来完成会长甲队长的改选，互阮11月20号的事工研讨会中，会使提出明年2022年事工的计划。第八点，本会顶半年度为图书馆贷款献小弟仔的债，因为疫情的缘故暂停办理。要伫今年的感恩节甲下半年度来做伙来办理，请兄弟备办心为即个事工奉献。奉献的所在若有顶大的部分，请甲财务部来订正。下周的事会是释传长老，华语的司琴是牧师娘，台语的司琴是苏雅师母，司献是新恩甲玉芬执事，招待是苏美姊妹甲严琴姊妹。其他请大家家己来看。好，伫遮咱来补介绍咱的新学生吼，因为前2礼拜咱拢无看到伊吼。第1礼拜有介绍但是拢无看到伊吼。咱欢迎台湾新学院大学硕士班2年的新学生吼，杨伟成吼、杨伟成同学吼，来到伫咱中间实习吼，咱该欢迎。伊主要是拢会参与伫学生团契的辅导工作，所以伊通常拢是参加第1场9点的礼拜结束，就会参与伫学生团契的聚会，所以咱会看袂到伊吼，看袂到伊吼。今日特别有邀请伊吼来，互咱大家熟悉。伊是
台大动物系毕业的吼，目前伫幼园伫台湾伫台大咧做兽医系的副教授，伊的专业就是鲸豚啦吼。咱过去若电视有看到迄个海面上什物鲸豚的事件吼，因为是鲸豚协会理事长，就会出来来甲咱报告讲，迄个是发生什物代志哦。所以咱若对动物有兴趣的吼，会通找伟成吼，甲伊来三甲分享，也是讲谈论这有关动物的代志所以未来伊是对10月份实习开始，到明年的5月份有这段时间咱会通斗阵咱兄弟嘛通主动伫礼拜结束的时阵甲伊讲话咱即马是无爱餐啦，所以会通讲话时间无多大家礼拜四都拢先离开所以咱若是有要搁较熟悉话程的时阵会通主动甲伊讲话好，咱搁再一摆来甲伊欢迎。要搁去你学生搁去你学生好，伫遮咱拄则报告事项第4.5点甲第6点请咱特别爱注意10月底到10月31，咱有为着美国的即个飓风要特别来中建来奉献所以咱备办心来准备11月17是陪咱培灵会咱每一个年度拢会安排培灵会过来11月14，原本咱伫5月份要补选执事，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无法度来举行所以咱小会有决定，就是伫11月14的时阵要来进行执事的补选请咱特别将这个时间留落来，咱这个补选会通顺利来完成。好毋知咱中间八金嘛八金足久无看到伊特别来甲伊介绍伊有2个月时间拢伫台东咧照顾家己的亲人八姑最近嘛应该还好嘿，安尼咱继续为着八姑祈祷啦伊求上帝互伊的身体会通稳定会通稳定嘿咱嘛欢迎即个怡恩咱有2个怡恩，咱教会有2个怡恩即个怡恩是读迄个北艺大3年级即摆升3年，伊对1年来即摆要升3年有够紧的连伊都要搁毕业咱甲伊欢迎即摆开学搁转来到伫咱中间对，范仲兄范仲兄嘛是久无甲咱见面咱嘛甲伊欢迎好咱这时阵特别为着高雄即个陈忠诚的即个事件来代祷因为咱看这新闻报道实在是真惊人真惊人有46个死亡41个受伤我相信这公安的事件毋是超过伊讲会发生啦总是伫这中间，其实是咱无需要伫这中间有伤侪即个政治的操作也是讲政治的喙烂，反正是怎样伫这中间看见会通有搁较侪的关心搁较侪的付出所以咱这时阵为着即个陈忠诚的即个事件咱来提出咱的代祷咱大声开喙来为着即个丧失性命的家属，也是讲有咧受伤有受伤的即个家属来代祷主上帝阮的面前，为着昨日伫高雄即个陈忠诚大楼所发生的即个火灾意外，阮摆着阮的祈祷。所以伫即个事件中间，阮也看见有侪人丧失性命，也有侪人受伤。所以阮知影即个公共的安全确实是阮需要注意。求你也帮助阮，互阮
政府对这个事件的中间，也会通搁较注重公共安全，特别是这个建筑物这个火灾的防备，注意帮长阮，互阮通过这个事件，会通对这个社中丧失生命的家庭，是受伤家庭来摆着阮的祈祷，阮所会通付出的有可能有限。拢是求你帮助阮，阮伫这个事件顶面无过头的政治的操作，是随乱，祝福这个事件真做阮一个会通互相关心、互相关怀。特别求你的怜悯临到伫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灾的家属中间，做伫这火灾中间，阮看见。有46个人死亡，41个受伤。这是一个真重大的公安这个意外。主，阮特别恳求你，施到你的怜悯安慰，伫遮丧失生命的家庭，求你安慰因的心，也帮助因对这个事件的中间会通得到助力的。安慰，阮也为着受伤的家属，阮求上帝你来帮助，互因会通早一日来恢复健康。特别因为这个火灾，煞互侪人无所在通好徛起，祝你也帮助高雄市政府会通知影怎样来帮助遮无所在大的民众。互因会通得到好的安置。做对这个事件的中间，阮也恳求上帝帮助阮的政府，搁较注重遮旧的大楼的公共安全。做互这个火灾的发生，虽然阮看了实在是真艰苦心，但是也会通重新唤起阮去注重一寡安全的这个设备的代志。祝你引带阮的政府，互因深深知影，百姓是需要得到好的照顾，互阮的遮的政府官员，搁较注重伫每一个人性命安全的要紧。做特别恳求你帮助阮的遮的政党，无因为这个事件。搁炒作侪政治的议题，因为阮即摆所爱关心的，毋是伫遐互相批评，搁较要紧的是通过阮彼此的关怀，会通将遮受到灾难的家庭，互因得到安慰甲安置。阮将这样事求你继续来引带带领，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要来吟唱因391首《河洛提定主宰》，因时煞请牧师来接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角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
请坐，灭倒必回。